紅酒櫃壞咗突然唔住，點解紅酒櫃唔凍？揾維修達人絕對可以幫到你。紅酒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中期，當時歐洲貴族開始將紅酒儲存在專門的木製櫃內，以便保證紅酒的品質。20世紀初，專業紅酒櫃出現，並開始被廣泛使用。到了21世紀，紅酒櫃也開始出現數字化功能，使其可以更加方便地被使用。紅酒櫃是生活品味的象徵，它代表住一種尊貴的生活方式，象徵住尊重和介意的精神。它不僅能夠保存紅酒的品質，還能為家庭或商業空間帶來一種高雅的氛圍，增加舒適感與放鬆情緒。紅酒櫃的操作方法包括： 1. 確定酒櫃內的溫度； 2. 定期維護和清理； 3. 適當地保存紅酒，並使用合適的酒杯飲用； 4. 適當地儲存紅酒以保證其品質。如果發現紅酒櫃出現以下故障，便要盡快找專業維修公司幫忙。紅酒櫃發出異聲或噪音過大，紅酒櫃不製冷，紅酒櫃漏水，紅酒櫃電掣故障，紅酒櫃無法啟動，紅酒櫃突然停止運動，紅酒櫃溫度失調，紅酒櫃把手故障，紅酒櫃震動過大。維修達人提供以下類型及品牌的紅酒櫃維修服務：紅酒櫃類型，單溫休紅酒櫃、雙溫休紅酒櫃、獨立式紅酒櫃、嵌入式紅酒櫃、半導體紅酒櫃、壓縮機紅酒櫃、直冷式紅酒櫃、風冷式紅酒櫃等不同類型的紅酒櫃。無論是什麼類型的紅酒櫃，我們都能為你維修妥當。紅酒櫃品牌 Artevino Balnic、Dometic、Crystal-Nasi、Diditric、Dometic、Euro-K、Fugger、Gaggenau、Garangi 戈爾、Canada 金田、Liebherr、Miele、Morita、Siemens 西門子、Smeg、Sub-Zero、Tega 德格、Transderm、Greenhouse、Revant、Wintec、Resart、Westinghouse 威士汀、Whirlpool 惠而浦等品牌。維修達人紅酒具安裝及檢查範圍包括：檢查壓縮機、檢查控制板功能、檢查熱交換器、檢查冷氣風扇、調整冷凍室的溫度等。本公司業務範圍遍及全港9新界，多年來為不同公司型機構、學校、院舍及住宅客戶進行家用電器維修及保養服務等。我們能提供有質素保障的一條龍快速日夜上門維修及支援服務，旗下的專業維修人員更會為客戶提供專業意見，幫助客戶解決關於紅酒櫃的任何問題。我們保證所有維修零件均為原廠零件，質量必定有保障，減少紅酒櫃再次發生故障的機會。我們提供服務地區更遍全港9新界，以及離島和偏遠地方也是我們的服務對象之一。維修達人的熱線服務專員將為客戶提供相關的專業分析，分析後被認為維修成功率高，才會安排上門進行維修，避免收取不必要的查費用，更協助計算出所需維修預算，並在售前對你免費報價，保證其維修價格必定在合理範圍內。我們還有清晰收費價目表，明碼實價，絕不取巧。本公司經營收家電業務10多年，憑住多年經驗口碑載道，我們一直以提供優質服務以留住熟客為宗旨。若遇到任何家電的問題，歡迎隨時 WhatsApp 59328799或致電37428790查詢更多服務詳情。我們的服務專員將竭誠為你服務。